被忘了记账。气象预报说天气会很好，所以决定了这个酒。收音机里又传来人放炮，心情不美丽只好转频道。人生很多的麻烦是烦恼，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哎呀呀，哦，爱的宝宝啊！非常简短叙述的介绍所有乐团成员首先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吉他手大 P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唱，来自屏东的姑娘。